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！台湾大台语白话教室要来开始哦。今仔日咱要学的罗马字是 T。好，咱来听看 T 的台语白啊。猪仔拄着大地鼠，猪仔拄着大地鼠。台语内底有无气音的 T 甲送气音的 TH， 要注意分清楚哦。咱来听看卖，是的也是特的的特特的，这是桃仔的桃，特这是桃仔的桃，敢听会出来？分得清楚的人，甲恁拍谱啊！好，咱阁来听看 T 的台语牌啊。猪仔拄着大地鼠，猪仔拄着大地鼠。猪仔猪肉拄着收着批，烫着手，大细地鼠嘛会使讲地鼠，用 T 的词也有足多，譬如讲倒位是咧问人所在，譬如讲你住伫倒位。豆花是台湾有名的点心，茶台湾乌龙茶上界出名，甲茶有关的语词有茶叶、泡茶等等。好，最后咱阁读一摆 T 的台语牌啊。猪仔拄着大地鼠，猪仔拄着大地鼠。安尼，恁就已经学会晓 T 啊，真牛！努力，再会。